是风细月带来的五木大学燕农女王英子妈妈的剧组成员。这一次，他们入围了最佳音乐剧、最佳音乐剧类男演员以及最佳音乐剧类女演员奖3项大奖。五木大学燕农女王英子妈妈以许富凯同名专辑选曲为核心，描写日式酒店文化在台北历经繁华与衰弱的历程。 曲风混合台语与爵士，透过3位主角的丰沛能量，带领观众亲身走入那段繁华承载的记忆里。恭喜！而入围最佳音乐剧类男演员奖的许富凯，出道至今推出过10张个人专辑，也多次入围金曲奖。去年担任传艺金曲奖的典礼主持人，跟剧场的缘分是十分深厚哦。 真的，风细月也算是一个所有在看这个音乐剧的朋友们的一个心中的一个圣殿啊！而且他们的戏里面一定是金曲一首首哦。没错，这一次富凯在戏里面就有多首的金曲传唱，跟子瑜姐的是合作无间。是的，没错。而且我们今天也看到希文老师也是非常非常的帅气，踏上了红毯，等等也要来好好的访问他。是的，好的，欢迎欢迎欢迎风细月跟许富凯，欢迎许富凯，欢迎欢迎。富凯中间请。 请，好的，富凯，哦，你一路从金曲奖唱到了我们台北戏剧奖，你觉得从歌手跨界到音乐剧的演出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情想要跟我们分享呢？今天就跟我第一次入围金曲奖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来参加一个 party， 然后也谢谢五木大学带给我很多奇幻的一个世界，所以希望大家今天玩得很开心，谢谢。 是的，今天一定会玩得非常开心的。希望你玩得开心。那希文老师，你带着同学们来到这里，现在心情怎么样呢？我觉得这是剧场的第一个奖项，然后我们的这个音乐剧能够被肯定，非常开心。因为它是从一个流行音乐专辑变出来的音乐剧，所以我觉得非常荣幸。也谢谢评审给我们的肯定，谢谢。好的，谢谢风细月，谢谢富凯，也谢谢今天剧组所有的大家一起来到了现场，非常感谢你们，谢谢。恭喜入围，恭喜入围，谢谢，加油加油！颁奖嘉宾李千娜也来到我们红毯现场了。 3金入围制纪录的子玉姐，以及金曲歌王，也就是本典礼的人气王许富凯先生，来为我们增添星光。谢谢五木大学，大话招。那我们来颁奖吧。好的，第一届台北戏剧奖最佳音乐剧类男演员奖入围的有。 最佳音乐剧类男演员奖，王维，《亲爱的彼得先生》；周家宽，影集式音乐剧《SC 精酿小酒馆》豪华返场；许富凯，五木大学燕农女王英子妈妈。 杨佳恩，我的初恋是头路；郑万君，我的初恋是头路。哦，蛮紧张的啊。 哦，好紧张、哦！我说他们来了。第一届台北戏剧奖最佳音乐剧类男演员奖，得奖的是许富凯，恭喜！许富凯灵活转换多重角色，以真挚情感撑起华丽外貌，为本剧注入巨大表演能量。 精湛的歌喉，真挚细腻，既具演唱技巧，又富角色个性，渲染力极强。不好意思，从入围那一刻，我都一直以为这个是诈骗集团。到了很多朋友跟我讲这是真的，我才发现原来是真的。Oh my god！ 谢谢五木大学所有团队，
谢谢希文导演，还有所有工作人员，谢谢你们促成了这么棒的一个音乐剧，开启了我对音乐剧不一样的视野。所有导演，所有投资方，我也可以演戏，希望你们可以来找我，谢谢。然后谢谢我爸爸，他不在了，但是他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你在演艺圈不要设限自己，只要适合你的，全部都去尝试。希望大家一起来玩音乐剧，谢谢。谢谢颁奖人，恭喜得奖者。